認識我嘅人呢，都知道我係一個中意買書、藏書同埋讀書嘅人。書本對於我嚟講呢係非常重要，唔單止呢係能夠增加我個人嘅見識，或者呢係對聖經嘅了解，以及對整個世界歷史所發生嘅事呢都能夠掌握嘅一個途徑。如果冇機會讀書，我覺得係好可憐；如果係有機會去買書，更加係一件非常開心嘅事。所以唔知道你一生裏邊你讀過幾多本書？我盼望藉住跟住落嚟呢幾集嘅專題呢，同大家講到我嘅藏書同埋讀書嘅一啲小經驗，盼望同大家分享，激勵你有買書同埋讀書嘅時刻。我記得有一次呢，有一個嘅傳道人，邀請我哋去佢屋企。睇見佢屋企呢有一個書架啫，書架裏邊呢有一行半呢係書嚟嘅，其他就冇啦。當時呢佢就好自豪咁樣講：我好少睇書噶，我亦都唔會花錢買書，我淨係讀本聖經就夠噶啦咁。當然讀聖經對我哋嚟講呢固然好緊要，但係如果我哋要講到有言中有物，或者同人接觸，能夠知識廣博嘅話呢，其實讀書呢都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喺呢幾集嘅裏邊呢，會同大家講到一啲我所中意嘅書。呢啲中意嘅書呢，可能係未必你能夠買得到，又或者有一啲呢唔係中文嚟添。但係呢啲書呢，可能激起你呢係買其他嘅書，或者去研究其他嘅題目。好啦，喺我呢個台面上邊呢，就有第一次呢，我要同大家所介紹我中意嘅書。呢一套書呢，係一套嘅聖經嘅詞典。最初我擁有嘅呢，就係呢一本，就係同四福音同埋耶穌生平有關，係我嘅老師費哥登 Gordon Fee， 佢呢係介紹我哋嘅。當時呢啱啱出啫，佢就高舉呢本書，佢話呢本書對於我哋認識聖經嘅福音書同埋耶穌生平呢，係最好嘅一本著作。當我打開佢嘅時候呢，就愛不釋手。後來佢仲係繼續出版咗係有關保羅書信、其他書信、新約背景，以及呢仲有係舊約嘅律法書啦、智慧書同埋歷史書添。呢一套書呢係非常寶貴，不過呢喺今時今日，中文翻譯咗呢套書呢，淨係得其中2本嘅啫。所以呢，首先呢係校園出版咗呢本叫做《保羅書信》嘅詞典。英文呢就係得1個嘅冊子，但係中文呢要分2冊呢，先至能夠將佢呢係出版完成。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買呢套書嘅話呢，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抉擇。書嘅裏邊呢有200幾個嘅主題，包括咗呢係講到使徒行傳裏邊有關保羅嘅生平啦，以及保羅書信裏邊種種嘅題目。包括講到保羅嘅祈禱啦，保羅嘅婚姻觀，保羅對聖靈對恩賜嘅睇法，保羅嘅宣教行程等等。所以呢一個書呢係非常重要。呢套書呢就係出版嘅時候呢係2009年，我買咗佢呢又買咗電子嘅書，即係光碟。但係舊年呢就出咗另外一套呢叫做21世紀新約主題詞典。其實呢一套書呢就英文書本原本嘅題目係冇呢個主題嘅。我覺得呢中文嘅出版社呢擺呢個主題呢就最好不過。因為事實上邊咧，佢裏邊咧有好多嘅主題，呢啲主題咧都係對於我哋了解咧就新約嘅背景同埋書信裏邊嘅意思咧好有幫助。呢個咧叫做主題詞典，其實呢個白色嘅咧就係講到咧後期書卷。後期書卷咧即係話咧保羅書信以外嘅彼得前後書啦、約翰1、2、3書、猶大書、希伯來書。佢仲加上咗有使徒行傳同埋啟示錄添。呢啲書嘅主題呢，
都放在其中。好啦，咁咧你如果喺圖書館係你嘅書嘅話咧，就冇得做我跟住建議你噶啦。所以我會鼓勵大家去買、去收藏佢、去用佢。咁啊，因為點解咧？當你打開嘅時候咧，中文咧就將嗰個嘅大主題放在最前邊。咁第一冊咧就係 A 一路去到 J， 咁第二冊咧由 K 一路去到 Z。咁所以咧，當你打開嘅時候咧，如果係我就將有關我要睇嘅中意嘅主題，將佢 highlight 咗佢，加個顏色，咁俾我後來咧容易知道，呢個係我所要注意，或者甚至係我所睇過嘅。咁最近咧，我要寫一套書叫做《使徒涉獵》，當中有關咧就係使徒啦、保羅啊、彼得啊等等。咁佢哋嘅書信神學觀同埋去過嘅地方咧，呢套書同埋保羅書信嗰套咧都有交代。咁所以咧，我會鼓勵大家咧，就係呢兩套書嘅重要性。咁所以咧，呢套書同嗰套書咧都一樣啦。喺佢哋書嘅最後咧，有一個好好嘅索引，索引都得大沓，但係裏邊好仔細啦，好多小嘅主題，再加上咧有經文嘅索引，呢個係好寶貴啦。因為邊卷書、邊一章、邊一節喺呢兩本書或者甚至呢一本書喺邊處有資料咧，佢立即可以提供俾大家。咁所以成為咗非常重要嘅資料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時候咧會中意買一啲書嚟睇下，呢本書講到交友，有本書講到婚姻，呢本書講到咧馬太福音等等，我會鼓勵大家咧，將呢啲錢省一啲落嚟，唔係買嗰啲，可以咧就係買好似呢兩套咁寶貴嘅書。咁呢啲書咧可能咁厚咧會貴啲，但係一生都受用。如果你係一個主日老師，係一個聖經教導或者研究嘅人，呢兩套書咧你係唔可以缺少嘅。咁所以咧，我會鼓勵大家咧就多啲去運用現時嘅資源，多啲買書嚇，因為當你買咗呢啲書咧，出版社咧有多啲經濟嘅收益，佢就可以咧僱用更多嘅人咧，可以咧係繼續出一啲好嘅書。呢一本書咧係2009年出版，咁但係嚟到第二套咧係2015年，相差咗6年。你話係唔係同樣嘅人用另外6年做呢個咧？一啲都唔出奇，因為做編輯同埋審定嘅人咧係一樣，雖然翻譯嘅人係唔同。咁但係當我哋肯去買書去藏書嘅時候咧，咁亦都無疑咧係加增咗咧就呢個出版嘅速度。咁網上咧睇見好多資料嘅，不過網上好多人嘅資料咧就未必一定係好仔細負責任。咁但係咧，如果係喺呢一個嘅書版有份量嘅出版社有信譽嘅校對咧出嘅書咧，應該係值得大家擁有。盼望大家咧能夠多買書、藏書同埋多去讀書。